我哋喺之前幾個禮拜同大家探討過日本嘅東京迪士尼唔係由迪士尼擁有啦，亦都探討過日本點解街頭咁少垃圾桶嘅問題啦。咁今日咧同大家探討一個咧，相信大家都會有興趣知道嘅嘢，就係日本嘅領空，即係日本嘅天空啊。喺佢哋國家嘅上空個天咧，有一部分其實並唔係屬於日本自己擁有嘅。咁究竟呢一個係咩一回事咧？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去到好簡單又好詳細。好詳細地簡單同大家講解一下，究竟呢一件係咩事？要講到日本嘅上空咧，並唔係屬於日本咧。首先要知道一個概念，就係咩叫領空先。領空係指一個國家擁有佢哋主權嘅空間，唔單止包括地面或者海面啦，仲包括埋咧上面嘅天空嘅。而呢個原則係根據一份國際文件《國際民用航空公約》，又叫做芝加哥公約嘅一份公約咧，去到決定嘅。呢份公約係喺1944年訂立，1944年喺美國芝加哥召開嘅一個國際會議上面咧，由當時超過50個國家咧一齊去到簽署嘅。簡單啲嚟講，即係佢哋每一個國家，佢哋嘅土地同埋佢哋嘅領海上面嘅天空，都係屬於佢哋國家嘅主權範圍之內。即係話其他國家嘅飛機咧係唔可以隨便咁飛入去你國家嘅領空上面嘅。除非你係獲得批准啦，咁呢個大家平時睇新聞可能都見過唔少啦，譬如話中國解放軍嘅軍機就闖入咗去台灣嘅領空，咁呢一樣嘢咧係成日都會喺新聞上面見到啦，尤其是近排咧零舍多嘅。咁呢一個當然唔單止係軍機啦，就算係普通嘅民航機啊、貨運客機啊之類咧，亦都要需要得到嗰一個國家嘅許可，先至可以進入去佢哋嘅領空裏邊嘅。咁好啦，咁點解日本咧佢哋係會有一部分嘅上空並唔係屬於佢哋自己，而係屬於第二個國家嘅咧？呢一樣嘢我哋要講翻到去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啦。嗱，大家都知道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咧，日本咧係戰敗國。日本戰敗之後，其實日本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係由美軍去到接管去到控制啦。今日直至去到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之後嘅7年。日本雖然咧絕大部分嘅地方咧都已經恢復翻晒佢完全嘅主權啦，咁但係依然都有好大量嘅美軍咧係繼續留守喺日本嘅。咁呢個就係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嘅，就係日本有好多唔同嘅美軍基地啦。咁我以前咧亦都拍過幾條片咧，咁就係去美軍基地裏邊去到參觀啦，去到食嘢啦，去參加佢哋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樣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翻嗰啲舊嘅片。咁好啦，日本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美軍基地啦，呢一個咧係要數翻到1960年代。日本政府咧同美國咧正式簽咗一份叫做日美地位協定嘅文件，呢份文件咧英文叫做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簡稱咧叫做 SOFA， 即係 sofa 嗰個 sofa。呢一份協定咧就規定咗美軍可以繼續留喺日本度活動啦，去到使用由日本提供嘅設施同埋區域，呢一部分咧係包括晒陸地啦、海洋啦同埋嗰個天空嘅。呢份協定裏邊本身咧就冇好詳細咁寫到個空域咧係要點樣去到分，咁但係簡單啲去到理解就係所有美軍基地嘅上空，美國係有完全嘅使用權同埋控制權，呢一個控制權咧係唔到日本政府話事嘅。即係話就算係日本佢哋自己嘅飛機，包括民航機、貨用機，甚至乎日本佢哋而家自衛隊嘅軍機咧，想飛過呢一啲基地嘅上空咧，都必須要得到美軍嘅許可同埋批准，先至可以飛入去。因為理論上嚟講啊，日本嘅美軍基地係屬於美國嘅土地嚟嘅。而美軍基地嘅上空亦都係屬於美國嘅上空，所以喺呢一部分咧，日本係完全冇話事權嘅。咁呢一部分咧，其實涉及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咁其中一個當然就係日本佢哋對於自己國家土地同埋上空嘅一個完全嘅主權，佢哋係冇啦。咁啊，對於呢一份地位協定咧，其實日本國內一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就係話點解佢哋自己嘅國家裏邊嘅天空，或者甚至乎佢哋嘅土地，點解係會屬於其他嘅國家嘅咧？雖然有好多嘅人會認為，有美軍基地喺日本，其實對於日本嘅國防上面嚟講，係一個嘅保險啦，係一個保障啦，可以用嚟防範共產勢力啊，可以防範周邊好多唔同嘅軍事嘅勢力啊，譬如話北韓啊，或者可能中國啊之類嘅地方。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認為，其實咁樣嘅地位協定呢，係會令到日本變成一個軍事嘅附屬國。喺二次大戰打完之後呢，其實日本呢從來都冇恢復過自己嘅主權之類咁樣嘅聲音呢，其實都有嘅。咁喺日本咁多唔同嘅美軍基地裏邊呢，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地方呢，就係呢個東京嘅橫田基地。而呢個橫田基地嘅上空呢，就係非常之大爭議性嘅一個叫做橫田空域嘅地方。
橫田基地咧本身位於東京都嘅西邊，喺多摩地區入邊嘅。呢一個基地橫跨咗福生市、超島市、立川市、宇川市、穗穗町同埋武藏川山市幾個唔同嘅市町嘅。呢一個基地咧係非常之咁大個，總面積大概有7平方公里咁大。佢仲有一條咧3350米嘅飛機嘅跑道嘅，佢係駐日美軍嘅第5航空隊咧，同埋其他嘅駐日美軍一啲好重要嘅部隊嘅總部嚟嘅。咁除咗橫田基地之外咧，喺東京都嘅下面，喺神奈川縣，即係我居住嘅神奈川縣咧，咁亦都咧有2個唔同嘅基地，一個咧係厚木基地，另外一個係橫須賀基地。因為呢3個基地咧喺地理位置上面嚟講係非常之接近啦，所以3個基地加埋佢哋嘅上空就形成咗一個非常之龐大由美軍去到控制嘅橫田空域。呢一個空域咧究竟有幾大呢？佢裏面涵蓋咗東京都西部一塊好大嘅面積啦。包括埋附近好多唔同嘅縣，包括埼玉縣、神奈川縣、山梨縣、群馬縣、長野縣、新潟縣、靜岡縣、湯木縣，合共咧1都8縣，裏邊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係包含咗喺呢一個橫田空域裏邊。至於呢個空域嘅高度係可以最高去到7000米高嘅。所有要飛入呢一個空域裏邊嘅飛機，包括係日本自己嘅自衛隊嘅飛機、民航機、貨用機，全部嘅飛機都必須要得到美軍嘅同意同埋許可，先至可以飛入去裏邊。嗱，呢一個空域咧，對於日本實際上面係有幾大嘅影響呢？嗱，首先第一，所有飛機嘅升降咧都要避開呢一個橫田空域嘅管制區。咁簡單啲講就係所有飛機都要兜路行啦。咁兜路嘅時候就會燃油費又會貴咗啦，個時間會長咗啦。航空公司嘅成本貴咗，咁好自然地咁機票亦都會貴咗。咁對於航空業界嘅發展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嚟嘅。今日講到日本民間究竟有啲咩反對嘅聲音呢？反對聲音就多咯。首先，反對嘅聲音裏面其中一個最大嘅呢，就係噪音嘅問題。而家我自己住緊嘅神奈川縣呢，其實我自己都係住緊喺一個美軍基地嘅附近。雖然唔係話每日都會有飛機升降，咁但係咧每次咧，當北韓金正恩佢每次一射飛彈嘅時候咧，喺我屋企附近嘅美軍基地咧，就會經常性有戰機咧去到起飛啦、降落啦、飛過啦。咁啲戰機喺頭頂飛過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非常之嘈嘅。咁但係唔知係咪因為我細個喺九龍城附近長大啦，咁所以咧，對於有飛機喺頭頂飛過嘅聲音咧，我係覺得嘈係嘈嘅，咁但係有一種好特別嘅親切感喺度，呢個係唔知點解嘅。咁但係每次當啲戰機咧喺頭頂飛過嘅時候，其實嗰個聲音係大到啲槍啊之類咧，其實係會有少少震盪嘅。咁如果喺一個飛機升降非常之頻密嘅空軍基地附近咧，相信嗰度嘅居民咧受到嘅滋擾係非常之大。所以點解日本民間係有好多人投訴嘅一樣嘢，就係喺美軍基地，特別係喺橫田基地附近，因為佢附近係非常之密集，全部都係住宅啦，裏邊有學校啦，有幼稚園啦，有醫院啦，好多唔同嘅設施喺附近嘅。每次當橫田基地嘅戰機一起飛一降落，造成嘅民間滋擾咧係非常之大，所以民間係有非常之多嘅反對聲音。咁但係現狀咧，要美軍基地完全撤出日本咧，係一個都相信係冇乜可能可以實現到嘅一個願望啦。咁所以咧，喺地方政府嗰方面，東京都知事曾經有提出過，要將美軍基地包括係橫田基地去推動呢一個軍事同民間共用嘅方法。希望咧就可以解決到以東京為中心嘅首都圈嘅航空交通嘅問題。咁至於喺日本政府個層面方面咧，喺佢哋嘅國會亦都多次提出過要修改呢一份嘅日美地位協定。咁主要就係想美軍咧去到撤走佢哋橫田空域嘅控制權啦。咁原因除咗主權問題之外，當然亦都頭先講嘅飛機航班係真係非常之唔方便，因為每一次兜路，每一次飛遠啲咧，都係燒緊錢、燒緊燃油、燒緊時間，所有嘢咧係消耗非常之大。咁好啦，呢一個橫田空域對日本自己國內咧嗰個影響非常之大啦。咁對於香港人去日本旅行啦，又有咩嘅影響呢？因為當大家去日本旅行啊，由香港機場坐飛機飛去日本嘅東京，如果你係去成田機場嘅話，咁應該大家可能留意到，大家係要喺南邊兜一個非常之嘅大圈，去到兜過咗成田機場，再兜翻轉頭先至可以降落到落去嘅。咁大家睇咗航空圖咧，都應該見得好清楚啦。咁主要就因為咧要避開美軍控制嘅呢一個非常之巨大嘅橫田空域，
所以點解咧？所有嘅民航機嘅航班咧，都係要喺南邊去到兜過個空域，再兜翻轉頭之後先至可以降落到落去成田機場。如果冇咗個橫田空域嘅話，即係話大家坐嘅飛機咧係可以直接飛過日本本島嘅上空，好順暢咁樣由成田機場嘅北面就可以降落到落去。成件事咧係會快好多，我諗至少快30分鐘、45分鐘、1個鐘頭都唔出奇。咁但係而家個現狀咧就係做唔到呢樣嘢啦。咁如果係飛羽田機場嘅話咧，嗰個影響相對地嚟講咧係細少少嘅，因為羽田機場嘅降落嘅跑道咧絕大部分都係由南邊去到降落啦。咁所以咧係兜過東京灣下邊，咁啊直接鏟落去個羽田機場個跑道嗰度，咁啊比較上嚟講咧係會順暢少少嘅。咁但係大家見到個航空圖都係會需要兜遠少少落去南邊嘅海面，之後先至可以再轉彎轉上去啦。咁呢一部分可能咧，如果冇咗橫田空域嘅話，就可以將嗰個路線就縮短少少。呢個我諗可能大家坐飛機啊，有時咧就嚟降落之前打開嗰個航空圖去到望嘅時候，都可能會發現，哇，點解兜咁大個圈㗎？兜咁遠路之後先降落落去，嘥晒啲時間咁樣。咁可能咧，你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都係諗過呢個問題唔出奇。咁啊，可能你聽完頭先我解釋咧，你係終於知道點解啦。嗱，咁雖然咧橫田空域咧到今時今日依然都係存在嘅。咁但係美軍咧都有讓到步，咁呢個就喺2020年嘅時候，日本為咗配合奧運啦。咁但係雖然最終2020年嘅奧運咧，咁啊日本係冇乜特別航班需求嘅，因為大家知發生咩事啦。咁當時大家都要戴口罩啊，又唔可以去現場睇啊。咁但係日本政府為咗準備東京奧運咧，當時佢哋又開設咗幾個新嘅航班航線咧，係由羽田機場出發同埋降落嘅。咁呢一啲嘅航班咧係會飛過東京嘅新宿啊、品川啊之類好多市區本島嘅市區嘅上空去到飛過嘅。咁呢一啲嘅航線咧係必須要飛過橫田空域嘅上空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啦。咁喺2020年呢一啲嘅新航道啟用嘅時候咧，咁美軍佢哋係有作出讓步，係許可呢一啲嘅航班係經過呢一條嘅航線去到飛過橫田空域嘅上空，去到降落羽田機場或者由羽田機場咧去到起飛出發嘅。咁但係呢啲咧只係一啲技術性上面嘅一啲操作啦。對於日本同美軍對於呢個空域嘅主權問題咧，係完全接觸唔到一啲好結構上面嘅問題嘅。好啦，咁今日呢個咧就同大家簡單去到講一講。日本有一部分嘅天空並不是屬於日本政府、日本人佢哋自己擁有，而係屬於美軍嘅控制底下。呢一個問題咧，相信唔係有太多嘅香港人咧，除非你自己去到搜尋啦，如果唔係你好難去到接觸到呢一啲嘅內容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諗住我覺得幾有趣，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如果大家咧有啲咩嘅意見嘅話，咁記得下面留低啦。咁我哋咧下次睇下仲有啲咩特別嘅。我認為有趣嘅，亦都可以學到嘢嘅一啲內容，咁啊，下次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呢條影片，如果大家中意嘅，咁啊記得撳翻個 like 啦。有咩意見記得下面嚟度講啊，我哋咧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係咁先，拜拜。